来看一站，意外，国道1号路南201.7公里的彰化路段，早起8点外时阵发生一站车祸，是一台上北的大货车伊车链喷到对向路南的车道，先击到一台轿车，搁再害另外3台车拢做毁。这撞击到的姓陈驾驶送病院了后，犹原救不回来，这事故原因搁需要调查。车驶伫国道1号路南彰化路段，想要到对向的北向车道，突然跳出一粒大轮胎，搬过中央分隔道了后，直接击到路南车道的黑色轿车，引起高温导火了后，佮扫到外侧车道的其他车辆，跳到路径才停落来。救护车赶去现场抢救伤患，黑色轿车的姓陈驾驶因为身受影响，当场无生命现象，虽然紧急送医，也是宣告死亡。经急救发现头部外伤、颈部撕裂伤、气管破裂、两侧气血胸，经急救后仍无生命迹象。这是早起8点外，国道1号201.7公里的所在，一台驶伫北向车道的大货车轮胎脱去，飞到对向南向车道，先击到一台轿车，佮引起另外3台车风扫条是对撞，有7台车受损。风扫条驾驶讲起意外迄当时，也是心会大响。那天那加大量，在美利亚哈。营业半连接车，那左后轮轴脱落，导致说轮胎的话冲到南向车道，那导致南向车道有4部自小客车遭受到轮胎的撞击，或是先后追撞。这台出代志的营业半连接车也停伫北向的路径。倒边后壁就一粒轮胎，警方表示，肇事的姓郭驾驶无酒驾反应，不过也是会以违反道路管理处罚条例，处相关6000的罚款，造成人重伤也是死亡，也被吊销驾照。这件意外也造成国道彰化路南路段，但驶至5公里，大约1点多钟了后，现场的状况才排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